Hello 各位，我係 Yandy 啊。今次我去到深圳蓮塘唯一一間自設廠房嘅眼鏡店。由於係自設廠房，所以大部分都係即日配就可以即日拎噶啦。而且佢哋有最新科技嘅 AI 智能眼鏡，亦都有 AI 智能訂製眼鏡。另外，國際品牌嘅眼鏡片呢都有大優惠啊！全部都係正版正貨，選擇亦都好多，豐儉由人。驗光嘅設備呢亦都非常之先進，店內更加有彩絲三維定位系統。另外，店鋪仲有好多活動，有周年嘅活動啦，仲有常規嘅活動。轉頭我就會詳細講解。而家出發就去眼鏡店啦，講下點樣去呢間眼鏡店先。喺蓮塘過咗關之後，坐地鐵，咁其實沿路都會有水牌指示，所以好容易都可以去到地鐵站。行咗一陣呢，就到咗蓮塘口岸站2號線嘅入口。我哋坐8號線往小梅沙方向，坐2個站去到蓮塘站落車，上到地面，跟住紅色箭嘴咁行，話咁快呢，就到咗眼鏡店嘅樓下啦。國威大廈，入到大廈有分高層同埋低層，咁我哋去高樓層嗰邊搭 lift， 即係全季酒店嘅指示牌行入去，搭 lift 上到21樓。由蓮塘口岸過嚟眼鏡店真係好方便，話咁快就到咗啦。而家簡單望一望下眼鏡店周圍嘅環境先。眼鏡店環境好闊落，而且光線充足，喺度可以慢慢揀眼鏡配眼鏡。呢度有3個驗光室，驗光設備先進完善，店內嘅驗光師都係已經拎晒高級認證，而且經驗豐富。另外，香港人熟悉嘅 Hoya 同埋依視路呢，佢哋都已經拎晒認證，所以絕對係信心嘅保證。而家我驗緊眼嘅呢一部呢，就係日本進口，自動測量眼睛嘅度數，亦都可以 check 埋有冇白內障。另外仲有眼底照相機 check 到有冇黃斑或者出現異常嘅問題。跟住仲有一部彩絲三維定位系統，係一部專業級嘅系統，可以度身訂造一副最適合你嘅眼鏡。而家熒光幕顯示嘅影像呢，就係頭先用三維定位系統影出嚟嘅影像。呢部機係可以測量你嘅眼睛佩戴咗呢一副眼鏡嘅數據，瞳孔嘅位置、眼球位置、眼睛同埋眼鏡框距離嘅數據，而去分析最適合你嘅角度。因為每個人嘅輪廓同埋眼睛嘅距離咧都會有少少唔同，咁呢一部機咧就可以全面咁樣分析測量數據，例如瞳孔嘅高度、瞳孔嘅距離、鏡面嘅弧度、前傾角以及眼鏡同埋眼睛嘅距離，亦都可以再分析最適合你嘅眼鏡耳病嘅位置。所以呢一部咧係非常之專業級嘅儀器。跟住我哋再睇下鏡片嘅優惠。依視路現片呢係3折，訂製呢就係3.5折起嘅。鏡片呢原本係1580蚊，咁而家有3折啦，即係474蚊。另外仲有一款眼鏡片呢，喺國內呢係性價比好高，而且佢哋嘅漸進鏡片方面呢係做得非常之好嘅。而家係有2.5折，佢哋仲有 AI訂製眼鏡服務，佢可以智能測試你嘅面型啦，適合佩戴邊一款類型嘅眼鏡，而且選配嘅眼鏡呢都係非常之多。而家仲有7折，眼鏡框甚至乎耳病嘅位置呢，全部都可以逐一自己挑選顏色。另外 size 呢亦都可以自行選配嘅。另外佢哋顏色呢係開採之後打入去，然之後封塵，所以係非常之穩定堅固，係唔容易甩色，永久使用。另外呢一款 AI 智能眼鏡呢係可以藍牙連線聽音樂，而保養方面呢就有1年，當然係唔包人為損壞啦。如果聽歌連線有問題，
1年保養係成副換個新嘅俾你，唔係拎去維修嘅。另外呢個耳柄位置呢係易拆式，買嘅時候亦都會包咗普通耳柄嘅俾你。例如你返工可以當普通眼鏡，放假就可以即時易拆式改返做 AI 耳柄。另外佢哋而家仲做緊週年慶活動，而且仲有好多常規嘅活動。福利一，到店消費滿900蚊嘅客人呢，就可以送一張按摩券，免費按摩只係限配眼鏡嘅本人，陪同者係唔計㗎，而且呢就係送一次嘅啫，數量有限，送完即止。福利二，滿60歲嘅老人家呢，無需配眼鏡，到店已經即可免費拎一副現成嘅老花眼鏡，而且都係數量有限，送完即止㗎。福利三，買滿900蚊嘅漸進眼鏡呢，就會送一副備用眼鏡，或者國產1.56嘅變色鏡，又或者一副平光嘅太陽眼鏡，3選1。備用眼鏡呢，就係普通嘅近視鏡片啦，或者係老花鏡，就係而家熒光幕上面咁多款式選擇嘅眼鏡都可以喺呢度揀。而頭先所講送嘅太陽眼鏡呢，就係呢啲啦，好多款式，好多顏色選擇。福利四，舊客戶介紹新客戶嚟配眼鏡呢，滿500蚊就會俾老客戶有50蚊嘅現金或者係微信紅包，但係當日配眼鏡呢係唔計老客戶㗎。仲有福利五啊，喺佢哋鋪頭70歲以上嘅老人家呢係可以用港紙俾錢，係1對1㗎，咁咪即係又平咗咯。但係如果折扣咗之後低過呢一個優惠呢，就會冇咗呢一個福利嘅。另外而家店內折扣嘅優惠呢，係限時特價鏡框之外呢，國產鏡框呢都係做緊400折，進口鏡框600折，品牌鏡片現片就係3折，訂製呢就係3.5折起嘅。另外部分鏡片都有6折㗎。凡幾眼鏡店真係好多福利啊！大家記得配眼鏡揾佢哋啦。今日嘅分享呢就差唔多去到呢度啦，希望你哋會鍾意呢條片啦。想睇更多北上嘅資訊呢，記得訂閱 Yandy， 記得撳埋個鐘仔，有咩新片上第一時間就會通知你。睇完條片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又或者留言俾我啊！多謝晒各位收睇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